跟大寒假期，雲南、大理、麗江、香格里拉8日高鐵循環之旅。11點14分，香港西九出發，全程大約7個半小時。行車時間雖然稍長，但車廂內可自行走動、飲飲食食，加上沿途風光無限，感覺還好。18點52分準時到達昆明南站，領隊 Tanny 帶住我哋同當地導遊迪迪會合，仲有雲南靚女送花歡迎，好有儀式感。和師傅手車非常穩，豪華式座位配有 USB 充電，全程8日長途完全冇腰酸背痛，而且瞓得好爽。好料又得，因為內地佢哋有個習慣嘅，佢哋通常點樣稱呼啲朋友呢？一切準備就緒，出發。小王咁樣嘅，咁呢幾日咁我都會陪住大家。呢度每晚8點半先開始天黑，要慢慢適應。大約半小時迎接行程第一個晚餐，正宗雲南過橋米線。每人一底材料，湯底米線領上。齋睇呢個畫面都夠震撼，視覺上已經贏晒，當然味道唔差。生肉類、熟肉類、鵪鶉蛋、菇菌類，按次序入鍋，最後加入米線。第一晚酒店，昆明希爾頓花園酒店。食過早餐，我哋執拾好行李出發，大概4個鐘頭車程，中間有一個服務區。落車先食個午飯。絲茅菜、普洱是在地雲南菜系，融合漢族、傣族、雅族等多元少數民族風味。開始今日第一個景點，帶你網紅浪漫打卡點。理想邦聖托里尼，停車場出嚟經過一個市集，啱嘅都可以買少少。再坐大概幾分鐘的景區觀光電瓶車，就到達大理理想邦文化旅遊度假小鎮。呢度因迷人的藍白建築與面海崖壁地形，被譽為中國版聖托里尼。坐落於雲南省大理市海東鎮環海東路，與大理古城隔海相望。純白牆面建築搭配藍色穹頂，
蜿蜒曲折的台階和拱形門廊，融合了希臘地中海風格與大理蒼耳風光，完美展現愛琴海式風情。擁180至270度的洱海全景，天氣晴朗時可遠眺蒼山，欣賞日落的絕佳位置，是熱門的網紅打卡及婚紗旅拍勝地。民宿、餐廳、coffee shop、茶飲店、小品樣樣齊。高空無邊際泳池、海景露台，隨手一影，哪裏都是靚景。48蚊一杯雖然唔平，但對住個靚景放空下 ，OK 啦。落山可以選擇坐電瓶車，亦可以漫步，大概半小時的路程，邊行邊欣賞。下一站，洱海生態廊道。全長約129公里，沿途有濕地、白族傳統村落及蒼耳自然風光。由於唔係開花季節，眼見全部綠葉青蔥，偶有花群。不過勝在寧靜悠閒，食飽散步消暑，影下相還可以。有共享車，小貴。大概5點左右到大理古城，導遊交代細節之後，大家就自由活動。我哋都周圍行下睇下有咩賣。
如果唔想自己行，都可以跟住導遊，佢會邊行邊介紹。大理古城，國家4A 級旅遊景區，位於雲南省西部，背靠蒼山，面朝洱海，擁有1200多年歷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，以白族特色建築為主。漫步其中，可體驗濃厚的南詔歷史文化與慢活的浪漫氛圍。其中最有標誌性建築五華樓，曾是古代南詔國的國賓館。登上樓頂可俯瞰古城全貌，整個古城都是免費開放。特色小食、手工藝品、當地特產，真係鍾意此類形式的，相信2日都行唔完。作為跟團的遊客，時間有限，唯有取其重點。文廟又稱大理府文廟，位於復興路中段，始建於元代。它不僅是大理古城的標誌性建築之一，更是大理作為文獻名邦的歷史見證。這座文廟融合了眾元宮殿與白族傳統建築風格，展現了獨特的東方美學。時間充裕的話，不妨過嚟行一轉。仲有射箭玩添，20蚊有10支，練眼力、手力之餘，又可消磨時間。6點30分，開飯。
今晚食傳統的彝族跳菜。彝族跳菜是流傳百族的傳統迎賓禮儀與宴席文化，更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所謂跳菜，顧名思義就是跳住舞上菜，整個過程將舞蹈、雜技與民族美食完美結合。第二晚酒店，大理希爾頓惠庭酒店。好滿意，又大又乾淨。好啦，盡早休息，下集麗江見。